今日係2025年5月8號星期四。今日靈火運動為大家提供嘅聖言金句係出自聖若望福音第6章第44節。凡不是派遣我的父所吸引的人，誰也不能到我這裏來，而我在末日要叫他復活。今日嘅讀經一係宗徒大事錄第8章第26至40節。你若全心相信，便可領洗。福音係聖若望福音嘅第6章第44至51節，係講述耶穌是從天上降下來嘅生活嘅食糧，誰吃了就不會死，必要生活到永遠。今日靈火運動為大家提供嘅默想內容如下：天主點樣吸引人到耶穌呢度嚟呢？耶穌自己講過，當我從地上被舉起來嘅時候，就要吸引眾人嚟歸向我。亦講過，正如梅瑟曾經喺曠野入面高舉了蛇，人子也應照樣被舉起來，使凡信嘅人喺佢內得永生。讀聖經嘅時候，其中一件事令我非常驚訝，係脾氣暴躁，被稱為雷霆之子，曾經諗過天火焚城嘅聖若望，到最後竟然悟出天主係愛。呢個係幾大嘅轉變啊！正如梅瑟高舉了蛇，耶穌更係治病高手。無論我哋幾暴躁，甚至幾頑劣，佢都可以吸引我哋去佢呢度嚟，醫好我哋。聖奧斯定亦都講：你將治好我的一切疾病。我的疾病又很多，又很重，但係你嘅藥石仲要堅強呢。你認識我嘅愚蠢，我嘅軟弱，請你教訓我，醫治我。我以前都會大發脾氣，自從每日念玫瑰經之後，性格變得溫良和善了一些。我感謝耶穌基督吸引我到佢身邊。同時，我亦要負起責任，吸引其他人去到佢身邊，令其他人亦都得到佢嘅醫治。教宗方濟各喺我渴望又渴望提醒我哋，耶穌強烈咁渴望同每一個部落、語言、民族同埋國家嘅每一個男人同女人一齊食逾越節晚餐。所有人都被邀請，或者更好地說，所有人都被吸引到佢嗰度。要等到世界上每一個人都食佢嘅肉同埋飲佢嘅血，佢先會感到滿足。我哋要邀請唔認識耶穌嘅人嚟呢度參加呢一個晚餐，同耶穌相遇。今日嘅祈禱同反思如下：主耶穌，你係生命嘅食糧，求你光照我哋，令我哋喺領受你嘅聖體同聖血之後，成為我哋所吃嘅基督，並為你作見證。願天主祝福大家。